的朋友，接下来为您介绍这位歌坛重量级的人物，我们欢迎于天先生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。于天先生。 踏遍了天涯海角，也是故乡的家。踏遍了山顶海味，也是阿娘煮的口水。秋风一年一年吹。 一天一天过，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、吃过苦楚的人。故乡的父母多年无看的好朋友，早年思念头头行，互你烦恼的我。 下来嘞，你是走唔对位哦，我是介绍于天来，这罗时丰造成。你唔知啊？我最近行情偌好诶。行情啊？我最近这个于天于大哥的一切大小事情都是由我代理。哎呦，由你来代理啊？这是最近量体欠慢。哦，量体欠慢。迄个可能搁要坐轮椅啊。哎呦，了解。迄目睭啊，敢若强要青命啊。哎呦呦。 啊，无怪安尼哦。哎呀，顶礼拜亚萍来上节目，都是你来代替于天呢。唱一条夫妻之歌。连亚萍姐拢学了我。学了你啊！所有新的年轻力壮，敢若我的陪你唱啊！哎，这是，既然你都已经来了，原来是这个原因啊，代班的。那我们就来聊聊于天好了。哦，因为怎么讲？哎，于大哥最近因为我常常模仿他嘛。哦。哎，他现在。 他这个心里也很紧张哦，心来讲紧张，他的地位已经在动摇。哎呦，这少年不会啊！那你也挂到该也被讲啊，被讲，哎呦，直接产生压力。我好快觉得我像于天，太邪了，是歌声是有点相似，但是你要把这个对于天了解多少，你干脆来跟我们的解释一下。我了解很深很深。哦，了解这我现在已经拜他做干爹了。做干爹了。我从小听他的歌听到大。哎呀，很奇怪的，听到后来是音色跟他很像，不知不觉。很奇怪。根本你就是他的歌迷嘛。哎，对啊，唱着就是不知不觉。对。哦，安尼较早甲今嘛有什么分别？较早20几年前啊，好，迄唱歌甲今嘛，以前唱歌是比较柔和，比较纯净男性美的那种感觉，唯美派的。哎呦，以前唱歌是这样。但是你安尼讲安尼对吧？刚才现身说法一下，我大概一知半解。以前的雨天，含着眼泪，带着微笑。 梦一了，爱情远飘，往事知多少。以前唱歌就是，哎呀，我比较柔和。哎呦，你这是学得入木三分。咔嚓唱歌都是，咔嚓今嘛无讲，声嘛较轻，安尼幼幼安尼，今嘛无讲嘛，40、50岁啊。哎呦，差别你什么时候在？ 含着眼泪，带着微笑。较早的歌甲即摆无共，就是安尼啊。即摆较高、较大把。对。哇，即摆唱歌嘛是不得了。哎呦，出来有高兴，就是啊，缺少这么一点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我人不是讲歌声呢尔，我就比你注意。哦，于天先生还喜欢留个胡子嘛。 啊，对。那学一唱歌，耍了过来带一个假胡子。哎，我对伊的歌都嘛真有研究呢。来试试看啊！我来唱首于天歌，我来参考一下，大家来欣赏看。哎，安尼就行，能不能留住？抓起把爱变傻，让
它随风洒向你，说不完，道不完，永恒在心底。昨日说永不分，今日却来道别离。难听的情绪，海面平静，海鸟听。谁知道能不能留住你？我跟你讲。哎，就讲那呢啦。哎，那卖店家破坏人的苗声。我们的正式欢迎《夫妻之歌》这个原主唱啊，有来啊！来，云天夫妇。哎呀！阿姐，哎，当真讲究。是阮做个人上困扰，虽然淡薄无自由，我有一个温暖的手。这个木屐，乌歹拢是阮的命。虽然放了你第一名，希望会想袂起来。我的一切，打你笑命命。我会用我的情，对你的生命行。我会用我一切。那这样雨天呢？今天我们打到边啊！当你最后叫，是阮做歌小朋友，虽然淡薄无自由，我有一个温暖的手。虽然淡薄无自由，我有一个温暖的手。嘿，唱唱。大年，别出代志哎！会出代志，大年，哎，真好势啊！你当时来啊？哎，你我扒啦！哎呀，个跳歌够有 pose 啊！这大唔通生气啊！哎，拄则来想讲不是讲伊就请假那向红走出来的，去刮恁两个那一时个翻摸出来，哎，无啦，就是讲即摆最近大班，你不是青梅啊？你哪走出来？青梅，都叫做大娘讲什么？你目睭一个礼拜已经很严重了，下一辈子啊！啊！哎呦，对呀、他上次是眼角膜受伤啊，也没有什么严重，对，我也没有讲他失明。这个你就说，我说你这个女人也不像话，我换个衣服一下下的，人家你得对朗出来啊，你看。没有啊，这个歌音乐已经开始奏了，那张飞讲对不对？张飞说要唱了，要上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自己换一个那你先上去。对象也是找好一个嘛，对不对？你唔当三个叫轮啊。啊，对，这个就不是我讲咱说啊唔对的所在。对啊。本来教我出来就真好，看到大娘穿一句规人佫射过去安尼，哎呦！我就讲说啊，俄罗王，对啊，他上次上年轻力壮，跟我们年轻力壮啊，看到5年。你真的这样讲啊？你我某真是安尼讲，对啊，你好安尼，真的，真是安尼。你礼拜6出来就跟我讲啊，安尼哦，对啊，没有。我学到你的对啦，安尼讲你足用的，安尼敢若牛咧，牛，你不用八饼哎，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，对，不是啦。你上个礼拜你不舒服，对不对？那大牛帮你代替唱这首歌，大牛真的很聪明，我真的是很欣赏，对不对？一学就会，现学就会啊。对呀，可是你一唱没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
你个卡来手老哇用板呢？我哪有用板呢？我看你拄啊，先后面尊位板啊！无安说啊，家己甲我手看去的啊。这点我顶朝我有看到，真正唔正款啊！你俩敢款啊？你我讲咧，乌瓜底涂骹，你求袂起来，有出名。哎，梅姐你太过分了，我大概是好心想讲对无？大数一个人来，那是你休困对无？那一个人都足孤单对无？三家呢都跳下来牺牲形象，啊，佢拍这款型啊！对啊，无代无志，只发这款毛是咧创啥？无你嘛用一毛较好看，较歹看咧。我这个比迄较好。我来恁乐啦，我跟亚萍好好唱一首歌啦。都叫迄个恁两个新歌就唱了啊，对唔？夫妻之歌。我唱老歌也可以啊。哦，包括这样就爱情的对，真正有影。我很久没有上电视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真正出来。我上个礼拜我才瞎了一只眼啊。对不对？你卖下想，那继续过来唱。地位动摇的嘛是要唱。哦，心情会郁准。好啦，恁乐了，啊，恁两个唱，阮三个人绝对袂使过来闹，袂使过来闹，袂使过来闹，人的某啊，对不对？不，是啊，是讲你迄食迄款的，就是有法度讲，先度伫落去买。所以我说嘛，好，我好像拍着。谁说我俩还要相见？相见不如怀念。让这一片爱的情恋笼罩我心田。纵然是寂寞难以排遣，我俩还是不要相见啊！既然是多情空余恨，不如常怀念。说我俩还要相见，相见不如怀念。让这一份爱的情恋在我心田。纵然是寂寞难以排遣，我俩还是不要相见啊！又何必多情空余恨？你去创啥啦？手的黑白巴啦，恐怖。轮到他，列兵较行列，你看讲个巴了。你这样，你这个女人就不好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你得干如果要去扒拉你啊，就破坏我的形象。你自己要过去的。家恁某惊到变这款。哎，拜托没有，哎，好多，卖伤过分啊，卖伤过分啊。是家己挖过来，不是我。来，后面还有一句，把它补完吧，对呀，那我到底在哪里？我站这里好了。啊，你别卡这边嘛，你别卡这边啊。我见我你话啊，我啦，你尽量我随意啦。不如常怀念。你不要抬啊！大家都在抬呀，大家都抬，我为什么不抬？国宝级的人物，哎呀，一对国宝级的人物，这一对称得上是我们国语流行歌坛的一对这个流行史的代表人物。跨越时空的距离啊！哎呀，这个创造了历史上无数傲人的成绩。不得了！此人出道到今天，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哦至少出过100张以上的唱片。那销路呢？销路就可怕了，哎呦，因为以前在我们旧社会时代的时候，还有新旧之对，此人年纪当然
也有些许了。那旧时代它的记录，我们这个时候是唱片，不像现在卡带，唱片距离就宽了。是，一张有这么大张的，还有小张的。定位的对吧？对，那个时候一张唱片，他那时候根据数字统计啊，是，这个数字还是有根据的。哎呦其他盗版的那都不算了。嗨呀，这个卖超过1500万张以上。是不得了这个数目。那么这个听说以前距离啊，以前卖他唱片的老板，我们去操的。唱片叠唱片垒起来的距离，据说可以绕地球3圈半。对，所以说不是开玩笑的。但是此人一打麻将最少8圈啊，比3圈半还厉害。哎呀，而且这一对是一对模范夫妻啊。这个要讲起来就讲到另外一半了。是，夫妇2人是相辅相成，琴瑟和鸣啊，来形容是最贴切的。模范夫妻。对，夫唱妇随。哎，这回他们这个恩爱的情况啊，被国际知道了。哦听说联合国啊，对，还邀请发函请他们呢，是出席这个国际淫妇这个最佳代表。什么妇？淫妇啊！哎呦，不是银色夫妇，你这淫妇这是恭维他简单淡薄啊。对，哎啊，今天很难得邀请到我们现场来。两位在棺木中啊，那是最受欢迎。什么叫棺木啊？要简称嘛，观众心目。银色夫妻啊，淫妇在棺木之上。我看你是偷陪跳，没使就不过普通人跟他们夫妇距离没那么近，还不敢开这种玩笑。不一样哈，啪起来就耳光就上来了。哇，有量啊，你们看。对呀，还有量。等一下要试试看有多有量。这最悲。一块来欢迎艾克斯档案。今晚艾克斯档案将告诉您一位传奇人物的故事。这个传奇人物诞生于新竹市千甲路，他出生于新竹千甲路，毕业于东门国小，卖灯泡是他第一份工作。17岁参加台声电台歌唱比赛，被盛之老师挖掘，带入台视群星会，自此一帆风顺。民国67年9月13日。他与享誉全球华人社会的民歌星李亚萍小姐结婚，总计出过100张以上的专辑，唱片数总计超过3000万张。他不仅是台湾歌坛的不朽的常青树，更是所有演艺同仁口中尊称的大哥大大。这位为人所敬重的台湾歌坛传奇人物，就是至尊歌王于天。快来欢迎于天李亚萍，耶！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嘚呀嘚浪游戏，嘚儿呀嘚儿没有情，就好像是两角菱，从来不分离，要我俩一条心。就好像是两角菱，也是同日生，让我俩心相依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湖水清呀照生命，就好像两角菱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。一个你呀，一个我，就好像两角菱。我们俩划着船儿，彩虹里呀，彩虹里，嘚呀嘚浪游戏，嘚儿呀嘚儿没有影，就好像是两角菱，从来不分离，要我俩。
还有赤刷个金葱的盆开菜。玩笑的，见一般人普通人袂使用这款。哦，二位好，二位好。哎，谢谢哈，谢谢两位啊，谢谢你的介绍哈。银色夫妻，这个菲律宾，你这个介绍你太过火。什么叫赢啊？这发音要清楚。对，怎么会赢？什么叫棺木啊？简称这多难听啊！怎么可以这样子讲？不过二位你们这个在歌坛上面啊，真是堪称我们艺人夫妇的表率。这还没结合以前，两个头上都一片天呐，红遍整个这个可以说亚洲的巨星。个人头上一片天。亚萍姐当时在我们圈内也是不得了，我们有资料为证。对对，咱看买看在咱亚萍吼，对。准备的好齐全呢。把张要卖看，刚才看一张就好，你看。好，这张是到21岁的时候，20岁。奇怪，为什么现在看起来比以前还年轻？哎，本来报纸上还有这一张，不是开玩笑啊！哎呀，也是很清纯的时候。对。你看这刚这架搞的，怎么会有我的？这真是太恐怖了哇！这架搞呢，卡边啊，家里。哎呦，这杂波哦，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日本表演的时候，奇怪，你怎么会介绍这个女人给我认识？太恶心了！哎呦，还有一点面熟呢。这是倪敏然啊！哎呦，结果检场啊！对，看得出我们于大哥是很有情义的人啊！这么久的照片还留着。保存呢？嚯，这个是全家福的照片啊，看到没有？全家福照片啊。这个是补办结婚手续，对不对？补办上一张夫妻我们第一次结婚就是补办的，因为她已经怀了7个多月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听说那个大嫂那时候的新娘礼服特别设计，对，一层又一层，穿韩国的那种的。你有看过的？韩国就没有腰身了。对。一层一层。哦，因为已经怀孕。对，那这夫妇两个人生活相当值得我们探讨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于大哥没耐性啊，脾气暴躁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，我好忍耐，你不知道，我好委屈哦。你多委屈啊！晓得亚萍才爆了，真的。你讲什么话？你什么东西啊？对不对？你从来天亮回来，中午回来，我都没有管过你。那是没有办法，市政府交代叫我要去关路灯是我的路灯也关你的事情。就据我知道呢，这个我们同事之间对于天先生的生活啊，可能有些地方我们亚萍姐不了解啊。我有什么生活她不了解？那这可能我们都不知道。真正跟你很近的有一个好朋友，我们还拍了一段 VCR， 真的，大家再来讨论一下。先看一看。哎，经过我跟他这个常年相处、研判之后啊，这他喜欢女人的类型，其实不怎么挑，只要是女人，他就会喜欢。前一阵子他不是龙骨受伤吗？这个据传啊，应该是这个打麻将这个做太久，所以才会受伤。但是哦，我觉得不然。亚萍姐，你放心，这个于大哥哦，真的在你这个调教之下，他真的是乖的跟一个绵羊一样。当然他吵的会吵架的，那有的时候亚萍吵了以后啊，亚萍就回娘家去了，去讲2、3天啊不回来，我就叫于天去带回来，他不敢去。那好了，那你不去，这老爸去了。到他们家的时候，我就亚萍回去了，走，他就跟我回来了。哎呦，这个罗时丰讲话真的奇怪了，这个他不，难道他不知道这个是要上电视的吗？奇怪，他最近皮在痒了。哦，陪请假的太顾不个带坏。到底是他皮在痒，还是你皮在痒？我最近也蛮痒的。啊？哦，我看脸面都被出状况。哎，这样，等一下我这个我们录完之后，我们直接就是冲到罗时丰那里就问个清楚。问个清楚，何必问个清楚？我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好多人都跟我讲，对不对？哪有说是看2个女生穿的少少的，就说来，我们来赌，不要赌钱，我们来赌脱衣服。到最后你脱的只剩一条内裤。哎呦，人家2个女的每一把都赢。哦，对了，我去用赢，尾来我自己烫啊无。哎呦，结果听说他没输，他也脱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有吗？对啊。真是老不休。
为什么没事去录个 VC 啊？对亚萍姐这马上就唠叨起来，就开始数落什么玩意儿啊？对，不太公平，搞了半天，让人心情很坏。我回去了，再见。对呀，哎呀，大嫂，请慢走哈，说不定我们也有一些你的资料，也不一定啊。我拿什么资料？我没什么这样子啊？哎，对啊，有啊，什么资料？这个它的特性是爱抠指甲。哦，那倒是没事没事，画有画，不是那个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一定会抠指甲。爱现身材，从他每一套晚礼服你都看得出来。哦，他有铺路狂啊！哎呦，真假？光是上我们这一段访问，就选了好几套衣服，穿完以后我还好，大哥，我们是自己人。张飞，你看这个好不好？这故意说这个也不批。讲真的嘛，张飞，你觉得这怎么样？可不可以这样？大哥，我有这样子吗？我看你看干的嘴哪敢要顶落来？什么顶落？我是后来就往外面走，一不小心摔倒了，又没有香蕉皮，怎么搞的？哎，对呀，口水已经流到鞋子。咱讲坦白，咱所爱体给真正是诶，妇女嘛是就羡慕嘛是看，哎呀，刚才因安讲的呢，拢无下垂了。我就介绍去都会买啦，我们这个人不会半大，这个注意。据我知道，对于天喜欢喝酒，听说平常啊，对，年轻的时候，现在不喜欢，现在不会。哦，然后麻将天王那是当之无愧。哦，那是现在如果天王要转到天后了。哎呦，他们两个少来，你每天跟我抢，还不是你打？你们都不用变，我看有一段 VCR 又要看一看。有，哎，是怎么样被称为麻将天王的？看一看。哦，于大哥这个在喝酒以前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位朋友。也是非常好的一位大哥，但是喝醉酒了以后，糟糕了！哎呦，谁都怕他。哎，最好带钢盔跟他聊天。哎，哇，翻脸呢，然后就天啊，你赶紧别，你哦，哇，就追着我从秀场那个楼上一直跑到舞台，我就这样给他追，这样追到后来我真的跑不动了，我说于大哥。没里边那青菜地的。还有一次，我记得这个于大哥刚好生日啊，因为于大哥生日刚好是1月1号，所以大年初一的时候，那一天的晚上，我们除夕夜就到于大哥家里去。那一天刚好于大哥已经喝很多了，因为那一天我们喝了很多高粱。那刚好最后一个到的是杨烈，哎呦，杨烈最后一个到。那杨烈最后一个到是因为他有事情，所以他就上去跟于大哥该回解了，对吧？拍谁的于大哥我较慢来哦，因为他都有代志哈。就于大哥已经喝多了，已经喝多了。对。啊，你想到那你叫你慢来，想到？完了杨烈说不好意思，完了于大好算了啦，好了，既然来了就好了，就干你一杯就算了。啊，干一杯。过不到20秒钟，于大哥又问他，你想你喊你慢来，拍谁，我都他掐了。哦，你就算了，我敬你一下。又喝一杯，喝一杯。又到20秒钟，你想哪你慢来？拍谁？哎呦，紧他们喝啊！对呀，所以于大哥的这个酒品啊，算是比较不好的一位。听说这个不会打牌的跟会打牌的人打牌。这个一定会赢钱，哎，真的如我所愿，真的第一天我就赢了蛮多钱的。严格上来讲，这个于大哥的牌品还不错，但是就是不要赢他的钱。喜欢打小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每次打呢很奇怪，他们夫妻2个人都老是赢钱。哦，哎，我们受不了了。我坦白说一句话呢，在他们10几年前呢，我跟阿牛、张飞啊，曾经在他们家呢，出过老千。就是乱讲嘛，是真的酒品是这样，无法控制嘛。其实还是爱玩。不会啦，还是就是好玩嘛，好玩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时候他刚刚出道，我也是对。对呀，好玩嘛，要不要我讲啊？哎呦，大嫂来讲一段。警卫也被你追着打，哎呦，不要再讲了，这个讲的已经是过以前的事情，多久以前？警总都要调你去问话。哎呦，还好那警总后来因为是撤销了嘛，哎对，要不然可能他现在还在里面，蛮辛苦的，还在里头的。看他。对，还有一点来讲的话，真的是哇，那个喝了酒之后，我要跟所有他喝过酒之后得罪的所有的朋友道歉。趁这个机会道歉，对不对？因为为什么他实在是太卑鄙、太无耻。以前我们在秀场里面有一首歌，今天我们现场观众你一看，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流行歌曲的脉络也不能断掉。咱来唱一挂，人家人客现场嘛听有的。什么歌？以前的闽南语歌曲有很多不错的，像什么
什么丢丢档啊，哎，三声无来啦，哎呦，三声无人讲，这个我唔通好，我那爱到要半条，迄我就是高八度啊，你唱的。无，这就是叫人家看出你功夫伫到什么所在。人客唔知有会听无，三声无来啊！啊，你看，无人，唔是啦，我是惊我看袂下去的。我看会去，我看会去。你当然看得起，我有高八度啊，我较歹看啊，对唔对？无啦，你咪爱互咱所啊表现一下，对唔对？你尽量你做人红晒人，你都要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弄半天，我只有在这里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我来干嘛？老这机会好吧啦。好啦，不过尽量看看嘛。尽量看看嘛。哎那这第个看袂成，我是我多啦。来，破话声给我拍起来，三声嘛，老师请了。情我嘛，像啊叫飞飞哦，为骨那个爱我来就开哦，害阮迄个目屎啊是难水哦。我想啊，他。我来袂手啊遐，你点啊叫？你是去叫啥的？哎，拍谁哈？哎，拍谁啊？不是我的叫啊，对不对？大家朋友的叫哈，这个观众朋友们在讲。不是我咧讲，那这个歌我讲歹势，这个较早无唔对，拢查甫的规无唔对。对。但是我咧讲，我真正我实在有够可怜的我。哇，那你我又唔是干那讲遮跪，我伫厝的，我暗时啊跪两三届，跪到天光，我可怜啊！胡说八道，哪有这回事？对不对？这个三生无奈，对不对？唔是我讲台顶哦，较早定来看讲个跪门，但是我讲，咱即届吼，咱大家捧一场呢，换查某落去跪，看我跪哪有啥意思？看会跪才有力气。某几看的道理，对不对？没有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三生无奈从头到尾都是男这个，哪女这个道理？对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是你这个，都是你这个，就是你这个，不做这个就不是。张力费劲，你也知道，他都知道三生无奈从到尾哪女这个的，是你这个，是你这个，就是你这个，不做这个就不是。而且三生无奈从那，我以前跟你唱也是你这个，就是你这个，就是你这个，不要这样。大家都知道三生无奈，我觉得老师也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对不对？三生无奈从那，你也知道。哎呦！定来跟你两啊来的好款的，久无站咧批你钱的款，你啊，唔是刚才我咧讲，我你那跪在遮创啥？我知影你遐大声咧话了，我惊一个，我仲喺咧跪落去。无啦，靠！我是叫阮某跪的，唔是叫恁跪。应该是你跪的。我是定来，啊是讲你，是讲恁跪安尼啊，无紧要跪安尼较有伴啦。无啦，我斗阵跪较有伴。哎，真衰。安尼真正小纠结吼，出解。哦，安尼跪安尼好啦，嘿。所以讲，我就奇怪点嘛，点我一条。我大无钱去点一地瓜，你妈三个人敢若起食咧，你妈哎呦！哎，你拄则是咧讲啥话？那会敢若鸟啊咧，我在跟他讲道理啊。哦，真正有影，你讲偌济道理，伊若一句伊就害啊。一句你就安尼害阮两个也对咧跪哦。你哪个徛你啊？哎，你跪安尼袂输，敢若伊头壳遐去用掠条安尼。是啊。对啊，安尼嘛唔对对。我一届偷看两个安尼。敢若扣，敢若袂输，互因翁去掠。哎呀，足奇怪。一年已经变这款情形啊！男儿膝下有黄金啊，袂使黑白跪的。是。我若跪了，一定要得到什么物件，我这人就是安尼。哦，你要得物件哟。拄则你提醒我，你若较注意，三不五时啊吼。哦。哎，你是啊？哎。安尼行路骹头有足疼，你是要爬倒去？我知影你走过来创啥货？你看，规个人已经。啊，你袂前要先要踏落去。
哎，你给我徛你遐，这，一起一起一起来。好啦，我跪啦，要跪大家到底跪啦，唱到一半才跪啊，牛你大位。我想啊看，这个跪啊啦。你妈妈无人来，阮两兄弟就惨啊！我靠呀！我就无代志，我叫你莫点这地，你点这地，对不对？挨到要8条命，就搁点遮这地我你莫看，拄则我看这几个字啊，伫遮拢唔捌笑过，为头到尾拢唔捌笑。哦。敢若钓这段才开始笑，笑到流麻油安尼。哎，落尾要有几句啊？哦。哎。心啊我，哎呦喂啊，我苦啊，喂。表演凭良心讲，观众看的就是过瘾嘛，因为这个是家庭里面活鲜鲜的生活搬在荧幕上。就是啊。我是较早啦，干那这首歌哦，哎呦，转性糟透头。对，有一天有一次最好玩是，他这样子香啊卡鬼啊落来，然后观众朋友递条子来。在新加坡啦，对。我那唱这首跪落去安尼，拄跪落去，观众就摕条来，我想奇怪，但你唱这首，搁点2点，我不爱插，我小等你再看，伊搁拄来啦，我就烦，我看来讲，于天你的拉链没有拉。哦，我你这嘛足古怪，你就直接甲我讲迄小拖就安尼。啊，加点嘛开偌久互看。哎，两人这首《三生无奈》几乎在歌坛已成绝响啊。那个主持人跟着你们没有一起跪过的，那不叫主持人啊！真的。那就公业。对。假水。是恁家己点的话术，对不对？是不要点啊！今天真正我有欢喜啊，邀请到因两翁仔某来跟咱节目。两兄弟啊，为各位邀请到了一对。哎，这能称对的不容易了。他也邀请了一对银色，让我们羡煞的银色夫妻。银色夫妻啊？什么叫银色夫妻呢？哎，就是银色的。什么银色的？就是在我们演艺圈里面，对，闪闪发亮，嗨呀，令人羡慕的一对。在同行。都是歌星或者主持人，中间这个谱出了恋曲，而可以有完美的结局，持之以恒。能不能持之以恒呢？这将来还有待观察。但是到目前为止啊，很多人都津津乐道，纷纷以他们夫妻的生活作为榜样、模范。对啊！那这讲真的。这个能够维持超过10年以上就是不得了，这是个奇迹了。您维持了几年？还好超过10几年。你是哪壶不开提哪一壶嘛？对。提起这一对夫妇，他们个人都有一片天地。嗨呀！不但双双拥有这个自己的影迷，对，而且他们合作的节目，他们所携手共度过的日子，嗨呀，都把多少欢乐散播给喜欢他们的观众。今天特别邀请到他到我们节目里面来。美术看了隔壁的厝边的一对翁仔某，哎呦，赶紧给请出来，那就是于天李亚平，欢迎他们两位。相逢在夕阳中相逢。却匆匆，有什么像是梦？我对你情意浓，是否你也和我相同？我要你陪伴我到永久，愿那微风轻轻歌声，夕阳。
像是梦。我对你情意浓，是否你也和我相同？我要你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，伴我到永久，愿那微风轻轻歌颂，夕阳下起一浓。哎呦嘞，大姐，谢谢。您今天也考虑一下，穿这个婚纱礼服在那边踢，哎，踢来踢去也没关系，里面还穿黑皮鞋。照道理讲，应该白色的礼服，这个应该是穿白色的高跟鞋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怎么知道你们帮我弄这套衣服干嘛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是希望我再嫁是不是？厉害，真是稀客。是啊，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，小孩都已经就是已经高中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搞这个东西是不是？哎，这费心有话要说了，真是只有我们演艺人员才有这个机会。哎，演到哪这个演到哪，唱到哪就唱到哪。今天还有机会啊，这个就让您重披架衫呐。哎，对呀，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没有？一般人还真的没这个机会，只有演员有这个，这是非常难得。对啊，我是很高兴啊。哎呀，他穿这个怎么会像新娘？这个你看唱歌唱的脚还抬这么高，你看看这个，两个人家闹了一辈子，嘻嘻哈哈的。还就是乐此而不疲，最觉得是两个字完全都没改变，除了心性没改变，这个外形真的也差不到哪儿去。接着我喜欢谈，哎，真的还是这么年轻亮哦，真的，尤其是亚萍姐，一点改变都没有。开玩笑，这都是我在照顾的啊，哎呀，对不对？你改变比较多哦，可以说大的改变。这样子，更年轻了。还有真的？开玩笑的，这是不是？哎呀，要不然怎么真的更年轻？怎么有人请他们各自的拍广告拍的这么有拍过广告吗？有。大姐拍的是什么广告？大姐拍那个奇怪，那谁个傻都没有下船。哎呦，哎，那我们于天大哥更不得了了，这个不是开玩笑。阿娜达，哎，那句怎么讲的？阿娜达，你实在有够用哦。打没嘎巴马就动他。哎呦，真正是素人钦佩哦。后面还有一句好恶心，男子汉的秘密武器。武器啊，台语到现在都练不好。这没有办法，在家里口水也是用喷的，他们还是学不会，你说怎么办？这啊。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您一个人回答我。哎。对于教育小孩子，刚刚亚萍姐讲得好，她有4种这个角度切入，又像同学，又像那个母亲，对，又像姐姐，又像师长，那您做爸爸呢，对教育会不会打不打小孩的？我问你。我是从来不打小孩的，哎呦，因为我自己本身，我以前小时候呢，就经常被我爸爸打。哎呀，你不晓得，这打的啊，真是内伤到现在还没好。哎呀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自己有小孩之后，绝对从来不打小孩的。爱的教育，这个讲得好。如果您这样讲的话，我也很冒昧，我必须要在那边拨一通电话拨电话干嘛？哎，给令公子一下，好不好？给小不用不用给小孩子。现在都很流行口音的嘛，口音的没关系。我们现在录影不要去，现在小孩子现在已经进考试的时候，现在在家里会打扰。温习功课就不要打扰他。我们只打2分钟就好了嘛。他们call in流行，我们不能跟人家，我们call out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来。哎，我们这个人一定要表里一致，对不对？您今天能够，哎，你看小孩子到现在都不在家里面，小朋友打个电话回家吧。喂。哎，请问于天的儿子在吗？对啊，我就是啊。叫什么名字啊？于祥全啊。于祥全啊。你好，我是飞哥啊。哦，飞叔叔啊。你们叫人啊？飞哥他还叫我飞叔叔啊。啊，飞哥。于祥全啊。哎，刚刚跟老爸在泡茶。谈到你啊，你现在越长越大了，几岁啦？11岁了。11岁了。哎呦，时间过得真快啊。对啊。小时候还在这个张飞叔叔的怀抱里面抱过，你记得吗？哦，不记得。不记得，也真干脆。
爸爸教育你的方法都是用爱的教育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他有没有打过你啊？有啊。哦，你这这死囡仔去啊！这等下无我站着啊！还要站？爸爸出手会不会很狠啊？不会啊。也不会啊。哦，是屁股了，还是肩膀，还是耳光啊？全身打。哎呦，这不是我讲，你怎么可以对小孩子这样子？小孩子不可以说谎啊，这小孩子才不会说谎。哎呦，那你每次一打都要几天才能痊愈啊？不知道。又不知道了。哎呀，那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很生气啊，很恨爸爸？不会啊。不会啊。一气就忘。气一气就忘了。那你这个不错。我问你一件事啊。那妈妈呢？有没有动手打过你啊？有啊。哎呦，你们两个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吗？两个都动手打你啊？对啊。那你一定是有做不对的事情了，对不对？不听话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啦，你以后要听话，知道吗？因为爸爸跟妈妈他们两个人啊，婚姻也不是挺幸福的啊。不是，张飞叔叔教坏小孩。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们大人还是有情绪，懂不懂啊？要乖乖听话，好吧？那妈妈跟你讲一下啊。儿子啊，妈什么时候打过你？有啊。还要凹，回去再讲了。真是啊，对不起，妈妈现在情绪有点激动啊。等一下再打给你啊。再见啊。拜拜。你们看看这样子能够为人父母吗？不是打是真是有限度的打你懂吗？你说通通不打那也是不对的。这个也讲的也是。你这小孩子有时候正皮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屁股不知道打他一下，那对不对？是打屁股，打手心。哎呦，对不对？是只有打手心啊！好了，不要再这样浪费了。是不是只有打手心？好了，小孩子在补习啊。对呀，那我又要请问一个问题，很多家长们大家都很麻烦，因为外面这个环境啊，跟我们小时候太多地方不一样。是。零用钱呢，一直是一个相当大的困扰。对。外面引诱很多。你们认为给小孩子1个月零用钱？那多了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小孩，以前我当小孩的时候生活也是蛮苦的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尽量我就让小孩子，我有了钱，你们1个月零用钱多一点无所谓。对，这个这个于大哥，你只要用途正当，我通通给1个月，我固定给他们大概8000块左右。哎呦，这种老爸到哪里去找啊？真是。是啊。你干什么？我打个电话给朋友一下啊。不是，我要跟你女儿讲讲话，好吧？他在补习，你不要吵他嘛。那个令千金叫什么名字啊？然后叫燕琪。燕琪啊。喂。不。于燕琪啊，喂。不在了。喂。于燕琪在吗？对啊。你是谁啊？于香泉啊。于香泉啊？你这么喜欢接电话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他们在看书的呢，接电话。都在看书啊。那我是张飞北北啊。叔叔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又是我。张飞叔叔今天无聊啊。那个于燕琪在吧？对啊。我来跟他说一下啊。等一下。喂。二姐。于燕琪啊。对啊。哎呦，怎么2个男生的声音啊？他2个人声音差不多。声音差不多啊。你知道我是谁啊？是飞叔叔啊。你好。小时候你这是张飞叔叔抱过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他还记得啊？几岁的时候抱的啊？这是脸红红抱的。你脸红红的时候抱的。喝了酒去抱的啊？怎么会脸红红的时候抱？讲话怎么还可以讲这种这口头语都出来了。那个你们的钱够不够用啊？我只是问够不够啊？零用钱。够用啦。够用。1个月8000块就够了吗？哪有8000块那么多啊？爸爸，1个月给你们多少钱啊？3000块啊！哎呦，马差太准了，灌醉灌干净，你弄到我们少妇人头都低下去了。你这拜托一下。但是3000块是固定的零用钱，其他的还有啊，对不对？爸爸是说3000块固定的，还有其他的吗？其他时候常常给你们零用钱啊？有啊，有时候出去玩会给我们一点钱呐。那您等一下啊，
那出去玩你都会给多少钱？至少500以上。你出去玩，爸爸都给多少钱啊？500块以上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刚刚被你听到了是不是啊？啊？好，那个爸爸有没有打过你们啊？有啊。哎呦，你连女儿都动手，你这是不是我讲的？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啊？干什么啊？爸爸有啊，爸爸在那个跟我玩的时候，他就打我屁股。玩的时候，你这怎么啊？那妈妈呢？妈妈，就是很少，他是只会在我功课不好的时候跟我说一些自己应该用功读书。哎呦，听说妈妈还教你那个算术啊？教我弟弟算数。真的？哦呦，妈妈还能教数学啊，真是不简单啊！等一下，张飞叔再拨电话给你们啊。叫他不用讲，默契考验。哎呦，要考验一下。好，那一定是满分。哦，请问，求婚的地点在什么地方？哦，这个要考求婚的地点，看你们的记性怎么样。好，在亚萍家里面。还记得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啊？什么样求婚还记得吗？也没怎么求啊，就是因为肚子已经大肚子了，已经7个月了，已经也不结也不行啊，已经7个月了。对啊，对。这里答案是没有求婚。请问一下，最喜欢对方的哪一个器官？就是说这个组织还是什么？那你要用画的也可以。那要画的要找费玉清来，他在最内行的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您认为于谦先生他会喜欢您的是什么器官？嘴。哎呦，怪，他能够画出来。那你一定私底下也有跟他讲呀？没有讲过，没有讲过，真的没讲过。今天第一次，等于第一次讲。哦，那他喜欢你的是什么地方？这个器官非常特殊。嘎美斑毛动桃。江西啊？那他呢？你想，他如果是这个答案，他是用画的还是写的？可能他喜欢我的鼻子。哦，为什么呢？蛮挺的嘛。哦。所以你这个男人不是我讲，你一直以为人家是迷惑于你的外形啊。心脏，哎呦，心呐，过来姐，心瓜了。这真的是没有什么内涵，因为为什么？唯一我真的会嫁给于天的理由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那时候觉得他心地不错，然后蛮有责任感的。哎，这个如果亚萍姐，您现在还是单身的话。有3个男人让你选择：于天、诸葛亮、张飞、费玉清。您可能会选哪一位？那不是他4可能会选个了吗？哪一位？啊，4个，一会。对不对？这个所以说你当然你是不可能会写别的嘛，对不对？于天他仍然是非常的有自信。对，这个默契我们就要看看我们大嫂写的是。噔噔噔噔。哎，这个问题啊，我已经放在心里很久了。阿牛啊，你挡起来，阿牛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3更半夜你也会跑到我家里去，你经常做这种事情，那是到底跑去打麻将而已嘛。如果有3位女性出现，我们于天先生会喜欢哪一位？叶玉卿、叶姊妹、李丽珍。这3位他真是不好选，这才是默契哦。哎呀，这真是默契，看到没？我看。我好惭愧。你很惭愧啊，我看。都喜欢，于天还画一只猪。只要是美女都喜欢。其实写完以后呢，我们李亚萍就趴在这个桌上讲，我好惭愧，因为于天的答案是李亚萍。哎呦，实在是非常了不起。人家说这个结了婚以后啊，最好是我们能够嫁给一个爱我们、
胜过于我们爱他的人比较幸福。这一点我们大嫂是不是认为是这样？我根本不相信假的，是因为我在的关系。假的也要做啊。两个人最喜欢一起做的运动，也可以用画的。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就这样，就按个。好了，来，我还没写好。来这个呀，等一下，这是念台语啊？怎么会写一个干洗的干呢？干泳啦，就是打牌嘛。哦，游泳嘛，干泳嘛，还夸干游泳嘛，干游泳，哎，就是打，哎呦打。你们这一对夫妻真是吓死人了，一个写这个，一个写，难怪那个广告都找到你们。今天我可以说是已经完全通过了我们的考验，有几个默契写的都相当的吻合，所以说今天这个银色夫妻啊，这个当之而无愧。